Pacific Medical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成立於1999年，距今已經有27年嘅歷史。我哋係少數擁有 ISO 13485、ISO 9001嘅醫療器械代理商。我哋仲擁有 WDL license， 就係我哋俗稱嘅藥牌。再加上我哋係有 RHU 香港放射局批准嘅處理不同同位素嘅一間醫療器械公司。我哋主要嘅經營範圍就係我哋從歐美同埋國內引進不同嘅先進嘅醫療器材註冊啦、登記啦，同埋呢一個喺香港不同嘅醫院，包括呢一個私家醫院啦，同埋公立醫院度銷售同埋服務，等市民同埋呢一個醫生可以有多一個選擇。因為醫療器械嘅發展日新月異，所以我哋希望將最新最好嘅醫療器械同埋手術用嘅或者治療用嘅一個方案提供俾廣大嘅市民。公司發展嘅方向就係我哋會深化我哋喺我哋已經固有嘅領域，譬如呢一個心內科、腫瘤科同埋呢一個核子醫療，我哋會引進更多新嘅產品同埋廣闊我哋嘅產品線，希望可以俾市民同埋醫生更多選擇。另外一個重要嘅方向就係我哋今年會積極發展我哋嘅藥物或者我哋叫做藥品嘅代理服務，再加上我哋會尋求拓展新嘅海外市場，譬如呢一個澳洲同埋紐西蘭，亦都係今年喺我哋嘅發展範圍嘅計劃之內。Pacific Medical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希望可以提供俾客戶同醫生同病人一個更先進嘅治療方案，造福廣大嘅市民，同俾醫生多一啲選擇。我哋會積極尋求一啲更新更先進嘅醫療器械引入嚟香港。